最近天气稍热，过道定定会落雷公雨。石门水库的水量一个月内就增加900万吨，目前供水是稳定的。根据气象署的预报，这礼拜同款会落西北雨。北区水资源分署表示，会随时调水，确保各区的供水拢正常。天气热有够芳，好佳在最近中昼过后，雷阵雨落袂煞，一直废水库补水。西伊石门水库蓄水量达到7689万吨，蓄水率相关到37.5%，用笔接近4成。毋过常常来水库运动的民众看到水情，也是感觉真烦恼。水今年是比较少一点啦，去年的话比现在要多。去年这个时间差不多快要满水量了，应该播在这里比较好。他觉得水还是不太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那个水都，我们之前来的时候水都很满了，现在最近一直下雨，希望下到这里比较好。因为中昼过后雷阵雨，北水分署表示，敢若最近一礼拜外集水差不多2068万吨，蓄水率增加超过5%。目前各种的用水情形拢正稳定正常，尤其甲农田水利署桃园石门管理处合作之下，以及调做抽水机的灌溉也正顺利。6月21到6月30这一段石门水库集水区的累计降雨有106厘米，那这一段时间的水库入流量也有达到2680万吨。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，未来一礼拜宜湾湖中昼过后雷阵雨，石门水库有希望阁补水。北水分署表示，会密切注意气象资讯，也甲各供水单位做好调节管理，确保地区供水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